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觉得好看。婆婆说，我这点，婆婆说你没事吧？这来吃粥，伺候侬念念堂上。刘八德嘞，两位要住店吗？请问有预约吗？给我开2个单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只剩一个标间和一个单间，标间是260，单间是220。必须要腾出2个房间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客人已经住进去了，没有赶人的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现在只剩2个房间，如果你们要住的话，我给你们打8折；如果不住的话，请便。进来了，怎么不让他照顾？不知道多少人呢？这是非遗文化。气死我了！他们把阿妈的茶锤都弄坏了，绣品也给弄脏了。阿爸，你报警了没？报了，但人还没抓住。他们跑不掉的，现在到处都是监控。我不说，卓妈，这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来？这到底是哪个混蛋干的？嗨，都怪我来晚了。周妈，要不咱们把店卖了吧？母姑，这一切都不是死物，是活生生的记忆。阿爸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你和巴木东，如果他们再来闹，我们可咋办呀？那我就跟他们拼了！